來看北京呢，有一個查甫人，那就是因為這厝的問題無得申訴，轉駛土土機去弄市集，上無有13個人死亡。因為這美國的加州呢，有台貨車那就是失控，去弄到別台超了後，過來厝落去山坎，是有一個人着傷。一台土土機佇個禮拜早起11點外駛真緊入去北京郊外房山區大漢記村這個市啊，所落來就隨機對打烏白龍，甲布棚含火架攏殺互倒，互現場變甲亂七八糟，閣有真儕人轟弄倒佇土骹，只是總有民眾向土土機來等塑膠椅啊。閣有一個穿紅衫的查某人爬去咧車頂，想要來阻擋，一直到土土機去弄到一台轎車，規個吊佇遐無法度向前行，有夠生氣的民眾隨着攏衝過去，甲土土機的駕駛拖出來拍。這個事件至少造成13個人無命。警方隨後佇土土機頂懸發現90幾公分的起爆材料，初步研判這個司機可能因為長期申訴無受到重視，才採取極端手段來報復。根據報道，房山區長期以來容易有安全的問題，都市更新和鐵道違建做理由，逼居民搬走。但是過程中因為有補償的標準無同款，安置延遲等問題，和當地真儕居民攏一直去申訴。大漢記村就是訪民上濟區域，案發了後10案的50多歲查甫人已經被逮捕。當局煩惱代志擴散，隨對天門頂地加強戒備。過來看美國加州克魯克特市嘛發生衝動的意外，為民頂管這個白色車廂的貨櫃車，在佇當地山坡車路要挖角的時陣，疑似失控，先弄到路邊正邊的泡火水頭，造成附近的區域淹水，所落來閣弄到倒邊的3台車，接着閣弄到正邊一棟厝的3個圍欄，路尾是東海掛佇個野坡，差一點特別衝入去民家厝，過程中造成一個人受傷。What stopped that truck was that ugly pole. If we wouldn't have had that pole there, it would have probably taken off the top floor, and then the fence and all the retaining walls that have to go down like 25 feet into the ground, and then you have the actual fence. He just buckled through it all. 當地居民表示，講這個路段只是2線道，根本大型車是袂當通行的。案發了後，安怎把這烏白龍的貨櫃車刷出來，尤其困難。目前警方當深入追查事故的原因。公視新聞張惠敏編譯。